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我哋咧去到呢個末世怎麼樣嘅第二課咁咧主要咧就係今次咧就會討論啦呢一個嘅千禧年咁呢個千禧年咧就係基督教神學裏邊啦對末世論啦嘅一種嘅即係睇法啦咁樣咁咧主要咧就係出於咧就係咧啟示錄裏邊咁就會提及到咧即係魔鬼被捆綁1000年咁咧引起咗所謂千禧年嘅問題對呢個問題啦，咁基本上有4種咧唔同嘅睇法嘅咁大概會分為時代論啦、前千禧啦、後千禧同埋無千禧嘅。咁我哋進入咧即係去到了解呢4個嘅睇法之前啦，我哋都好快咁樣去睇下究竟啟示錄20章1至10節呢度講緊啲乜嘢咁佢就話咧，即係去到末世嘅景象咁就有呢個嘅魔鬼啦咁就咧佢就會被捆綁1000年嘅，咁就擺喺無底坑裏邊啦咁就會封印，咁佢就唔再迷惑列國啦咁當時咧，即係魔鬼就會被封住啦咁諗到咧個1000年完咗啦，跟住就會釋放翻佢出嚟接着啦，跟住咧即係睇咗嗰度又描述啦咁就佢就話。即係又見到即係給耶穌作見證嘅並為神之道被斬嘅靈魂嗰啲冇拜過獸嘅，亦都冇喺手上有佢嘅獸嘅印嗰啲嘅靈魂就會復活啦跟住復活之後就會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呢個係頭一次嘅復活咁其餘死咗嘅人呢，仲未復活，直等到呢1000年完咗之後跟住佢話第一次復活嘅人就有福啦、聖潔啦，因為第二次嘅死咧唔在佢身上即係唔使再有第二次嘅死啦。佢哋必和咧神同埋基督作基督嘅祭司咁樣咁並要咧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咁呢班嘅即係第一次復活嘅人咧就會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㗎。咁所以不斷提到呢一個1000年佢話呢1000年完咗啦，跟住撒旦呢就會又被釋放出嚟，就會迷惑四方嘅列國就係呢個哥格同埋馬國咁叫佢哋聚集爭戰佢哋嘅人數就如海沙啦，佢哋就遍滿全地圍住聖徒同埋蒙愛嘅城就有火從天降下消滅他們咁迷惑佢哋嘅魔鬼呢，就被咧正式扔響呢一個硫磺嘅火湖啦就係獸同埋假先知所在嘅地方即係地獄裏邊啦。我哋簡單理解，佢哋就晝夜受苦，直到永遠永遠嘅死即係面對好咁就係啟示錄嗰度啦。咁係不斷去到形容一個末日一個末日嘅終末嘅時候嗰個嘅情況咁樣咁咧時代論啦，咁佢哋就係源起響英國嘅咁佢當時咧佢哋呢一個嘅論述啦咁就咧喺美國咁就好受呢個福音派嘅支持亦都具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呢個講法咧，即係合適嘅咁樣啦咁佢哋咧嘅特點係點佢就將救恩歷史咧，即係分成7個時代每個時代對神對人都有唔同嘅要求同計劃嘅。佢哋認為即係呢個講法嘅認為啦咁7個時代就係無罪時代啦。咁佢即係你會即係從聖經咁樣去劃分咗咁就係創造到人嘅墮落啦。即係良心時代就係墮落到呢個即係挪亞洪水嚟啦跟住人治時代就係洪水到亞伯拉罕蒙召啦。咁應許時代就係從亞伯拉罕到摩西律法時代就係摩西到主耶穌嘅死啦咁耶穌嘅復活就係教會嘅時代啦咁樣咁千禧年呢，就係從撒旦被捆綁到撒旦咧被釋放嗰1000年即係嗰啲復活第一批復活嘅信徒同基督一同作王嗰1000年就係千禧年啦咁之後就要面對最後嘅審判，然後咧就進入一個永死咁佢哋對千禧年嘅理解係點嘅咧佢哋對千禧年嘅理解咧，即係時代論咧就認為咧，神對以色列民族嘅計劃同埋應許永遠不變嘅而教會咧不能取代佢地上以色列民族嘅獨特位置咁佢咁樣去到理解咧，即係不變即係佢會認為舊約時代神同大衛即係立約應許佢建立一個輝煌嘅大衛王朝佢話呢個應許咧係仍然有效即係如果按住時代論嘅理解咧，耶穌基督佢本來就係要嚟建立一個具體嘅大衛王朝嘅，但係由於當時嘅猶太人拒絕佢只有咧放棄原定嘅計劃去到設立教會啦
咁如果咁樣即係按佢哋嘅講法啦咁樣睇嚟咧，咁教會其實就係主耶穌咧佢嘅計劃失敗，因為當時嘅猶太人、以色列人即係唔接受佢啊嘛，係嘛？咁從而咧即係產生出嚟嘅一個代替品或者副產品啦即係教會所以教會存在目的就係為咗大衛王朝將來呢個王國去培養呢一啲治國嘅人才當呢個時機成熟嘅時候咧，主耶穌就會翻嚟㗎啦，咁就擊敗啲邪惡嘅勢力，捆綁魔鬼，建立一個屬地具體嘅大衛王國，以滿足咧神對以色列民族嘅應許啦咁呢個以大衛國大衛呢個猶太人呢個王國去統治中心一個嘅地上嘅一個嘅王國啦，咁將會咧為期1000年就係呢一個嘅狀況咧，就係時代論啦，佢所認為嘅千禧年啦咁佢哋咧對即係故此咧，即係呢個千禧年咧特別係同呢個猶太民族有關嘅同舊約咧一切論及神對猶太人立國嘅應許有關嘅都與呢個千禧年王國連上咗關係即係佢哋其實嗰個千禧年就係要實踐嗰個嘅應許咁至於佢哋咧對聖經嘅處理係點樣咧咁佢哋咧就好清晰嘅，佢哋咧就按字面嘅意義去解釋㗎咁所以嗰個應許係咁寫，佢哋就咁樣去理解從字面去到完全嘅應用咁樣咁至於解唔通嘅先至考慮其他嘅原則啦對於佢嚟講咁所以咧舊約嘅預言如果按住佢嘅文字嘅記載啦咁其實神對猶太人尤其是對大衛所作嘅應許對於佢哋嚟講仍然有待實現嘅即係將要實現嘅呢個屬神嘅王國係具體應驗咧，係就喺千禧年呢度咁樣落實咁樣。咁至於咧舊約同新約咧，佢哋可以即係斬開嚟獨立去到理解嘅。正如頭先一開頭講，佢會分咗7個時代咁就唔需要即係貫徹嘅但係總之咧，即係按住嗰啲嘅應許咁就會逐一去到實現。咁喺唔同嘅時代咧，佢就會有即係上帝唔同嘅計劃同埋心意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佢咁樣去處理聖經啦咁其實佢哋啟示錄講好多次嘅1000年佢唔係一種靈義上或者我哋象徵好長嘅時間，而係佢哋真係只實實在在逐日計咁樣1000年嘅咁樣嘅日子咯係啦。咁佢對於呢個末世事件發生嘅次序係點樣呢咁主耶穌降世啦，咁由於猶太人拒絕咗基督啦，咁所以主就先設立教會，開始咗教會時代咁末世嘅徵兆就出現啦，即係地震天災嗰啲嘢跟住就信徒就會被提啦，喺空中與主相遇嘅，咁按住哥林多前書嗰度理解咁地上咧就開始7年嘅大災難咁大災難嘅高峰咧就係嗰個哈米吉多頓大戰嗰個邪惡之戰咁樣發生，跟住之後咧就接住就以色列全家就會信主啦，即係佢哋都會得救嘅，即係嗰啲以色列民族。跟住啦，主同埋信徒咧就從空中降臨啦，咁敵基督咧就會被滅跟住撒旦咧就會被捆綁啦，跟住就會進入呢個千禧年嘅喎，即係個大衛王朝咁樣咁與基督一同作王咁樣跟住咧千禧年過後啦，咁咧撒旦就會被釋放出嚟嘅咁跟住咧又要有嗰個嘅正邪之戰啦，跟住撒旦就會被完全嘅丟入去永遠喺個火湖裏邊啦跟住接住就係非同信徒咧，佢就會復活面對呢個最後嘅審判，跟住就進入咧嗰個永遠嘅國度啦，進入永世啦咁佢哋嘅時序就係咁樣咁如果按住即係時代論佢呢一個嘅千禧年嘅觀念啦，咁其實對我哋基督徒咧人生觀咧有啲咩影響呢咁如果我哋都係抱持呢種嘅睇法咁我哋對社會嘅前景啦咁我哋個人咧可以好樂觀嘅但係呢個派別嘅人士咧會對社會前景總係抱持住一種較為消極同埋悲觀嘅睇法啦。佢哋會睇到嘅係一個每況愈下嘅社會，佢哋會認為咧人若果能夠解決到社會問題咧，就唔使主再翻嚟啦，係嘛？主再翻嚟咧就係要為人類歷史帶嚟一個終極嘅答案終極嘅解決所以當佢哋見到嗰啲天災人禍各國嘅戰亂教會嘅背道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末世嘅發生嘅嘢，佢哋就認為咧呢個就係末世嘅預兆出現啦咁樣佢哋對此咧佢哋會覺得無能為力嘅只好咧更加期望主可以快啲翻嚟
以此去到警醒自己啦，去到勉勵自己啦，使到自己唔再捲入呢個世俗嘅罪惡裏邊，竭力咧保持住即係自潔迎接主再翻嚟嚇。咁我哋其實都有呢啲觀念嘅喎，係嘛？我哋都有啲觀念嘅喎。咁原來就係喺時代論嗰度會影響住我哋嚇。咁咧對教會同埋福音嘅睇法啦，咁教會就係搶救靈魂嘅基地啊！對最後一個要得救嘅靈魂咧，信主之後啦，咁主就會翻嚟啦嚇，即係屈夠晒數啦，咁就主就會再翻嚟啦。咁福音就係拯救靈魂啦，係嘛？對社會咧，即係佢哋最主要嘅即係教會就係要拯救靈魂嘅啫嚇。對社會冇咩可以講噶啦，因為社會會不斷步向罪惡同埋滅亡呢個深淵裏邊啊嘛嚇，所以都改變唔到嚇。所以佢哋會咁樣去到睇呢個嘅世情係嘛？咁至於對文化嘅睇法啦，由於咧佢哋會認為社會變得越嚟越壞啊，文化亦都成為助長邪惡嘅力量啦咁樣嚇。咁所以啲世俗文化咧就係敵對基督嘅幫手嚟嘅咁樣嚇。咁信徒咧對佢咧最好即係亦都改變唔到乜嘢嚇，最好就唔好掂啦嚇，唔好掂呢啲嘢嚇。咁正如即係我哋好耐之前啦，咁其實都有呢啲嘅觀念嘅喎，係嘛？即係話睇嗰啲鬼片捉鬼精靈就係唔好啦咁啊嚇。咁其實我哋都係了解文化，即係認識呢個即係世情咁樣啫嚇。但係咧，佢哋就會明顯啦，即係會覺得呢啲係敵基督嘅因素嚟㗎，甚至會強烈嘅反對嚇。信徒咧只需要熟讀聖經最緊要啦，咁其他知識都冇乜意義嘅。對於佢哋嚟講最緊要讀好本聖經咁樣嚇。咁所以咧，即係唔好講嗰啲咩，即係要救贖文化或者點樣去改變嗰啲，佢哋就唔認同嘅，亦都覺得冇可能嘅嚇。呢啲只係敵基督嘅嘢咁時代論呢一個嘅千禧年嘅觀念啦咁佢哋就係會由此時就會即係會令到我哋咧會有呢一啲咁嘅諗法，呢啲嘅思潮咁時代論嘅佢哋需要面對咩問題同埋難解決嘅困難呢？咁樣咁喺千禧年嘅國度裏邊啦，以色列信徒身體復活啦，並與主一同管治一個具體地上嘅千禧年王國咁呢度咧就即時諗下，咁佢係咪即係有啲人就係已經復活嘅人，跟住有啲人咧就係未死嘅，但係佢哋將要死嘅人血肉之軀咁樣啦，即係有啲永生人，有啲就係將要死嘅人咁樣一齊去到生活住啦咁樣嚇。咁呢個混雜嘅狀況究竟係點嘅咧？係咪真係可能嘅咧？咁樣嚇，咁佢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咁呢個派別咧，亦都講咧，主耶穌第一次嚟呢個世界，基本嘅目的就係建立一個地上嘅大衛王國啊嘛嚇。但新約整體嘅看法其實就係強調主去藉著犧牲成就救恩啊嘛嚇。呢個救贖嘅工程係救贖全世界啊嘛係嘛，而唔係一個具體嘅王國嘅建立即係有少少啦，即係偏離咗新約聖經一個整體嘅教導啦。咁況且主耶穌佢自己都親自講，佢話佢嘅國咧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噶嘛，係嘛？咁所以咧佢哋需要面對呢啲嘅困難同埋問題咁另外啦，佢哋呢啲人咧，佢呢個派別嘅人咧，認為咧主設立教會係一種偏離正軌嘅副產品啫即係本身唔需要嘅咁大衛王國落實先至係歷史嘅終點咁樣就強調咗以色列國嘅重要性啦。咁其實都有少少係偏離咗我哋即係所認識嘅福音係嘛？即係我哋就係知道而家福音係即係傳遍外邦人噶嘛係嘛？咁但係佢哋就着重喺呢一個猶太嘅歷史，佢哋選民嘅當中咁樣咁另外啦，咁整個新約咧就其實就係指出基督嘅信徒先至係真以色列民啊嘛。教會唔係已經取代咗以色列民嘅地位而成為神嘅選民咩？咁樣咁我哋係咁樣理解嘅係嘛？即係我哋係神嘅選民嚟噶嘛聖潔嘅國度、君尊嘅祭司咁樣信耶穌嘅人咁所以神對大衛應許唔係已經落實喺教會嘅建立裏邊咩？咁樣咁而家又要即係翻轉頭去到理解咁樣有啲難處理咁呢個派別咧，亦都認為神喺唔同嘅時期對人有唔同嘅要求同埋計劃嘅其實都冇乜道理係嘛？其實如果我哋按住理解成本聖經啦，咁其實神自始至終嘅心意，去到即係耶穌基督立嘅新約，就係人藉著信心喺基督裏邊得救咁所以咧都係有少少咧，即係唔係好即係同我哋即係所理解嘅聖經啦，我哋嘅神學啦，即係相似咁樣咁但係咧當時佢哋係即係好多即係影響住咧，即係美國嘅即係20世紀嘅時候嘅教會咁樣咁以至我哋都有一啲嘅諗法，呢啲嘅思潮嘅我哋不自覺咁樣
好，跟住啦，我哋進入前千禧年觀啊嚇。咁咧前千禧年觀佢哋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千禧年嘅咧嚇？佢哋認為咧呢個世界響即係臨近末日嘅時候啊，有關主再來之前出現嘅各種預兆會按住聖經經文嘅字面意義去到應驗嘅嚇，即係譬如馬太福音嗰個記載咁樣啦嚇，咁就會有大災難發生啦。嗰時候咧，主耶穌會突然間即係翻嚟，好似賊一樣咁樣翻嚟啊嚇，捆綁撒但，展開一個地上為期1000年嘅國度啊嚇。咁主耶穌會將呢個歷代已死嘅信徒復活啦，與佢一同咧去到管治呢個千禧年嘅王國嚇。佢哋會即係咁樣去到理解啊，所以咧千禧年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主耶穌佢會突然帶進去人間嘅嚇，與我哋咧今日呢個世界咧係冇關聯嘅，即係會全部唔同晒嘅嚇，亦都冇連續性嘅，即係唔會話喂我住緊呢度我就繼續喺度住啦全部係由神親自建立一個超自然一個具體屬地上邊嘅國度就係與基督一同作王嘅國度嚇。咁前千禧咧就係咁樣去理解呢個千禧年喎嚇。咁佢哋對聖經嘅處理係點咧嚇？咁盡量按照常理咯，即係合理嘅要嚇，亦都尊重咧呢一個字面嘅意義去到解釋聖經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咧即係會即係尊重聖經啦，亦都要有一個即係合理啦嚇。咁佢就認為咧新約係舊約所提到嘅事情咧喺一個新嘅時代裏邊彰顯嘅，兩者係一貫嘅，即係貫徹嘅兩舊新舊約都嚇。咁但係咧向基督嚟嘅卻要展開一個新嘅時代嚇，咁樣去到發生咯嚇。咁基本上呢，佢認為神救贖嘅計劃嘅主角呢，就係響舊約嘅以色列民轉移到新約嘅教會啦嚇，即係同剛才就好唔同但係呢，以色列人始終係神嘅選民喎，神對佢哋仍然有特殊嘅心意嚇，即係嗰個救贖計劃係響教會，但係呢，以色列人呢，佢哋繼續認同佢哋係選民佢哋有佢特殊嘅心意嘅嚇佢咁所以咧，以色列人咧，至終咧會全家得救即係羅馬書嗰度記載以色列人會即係會全部得救咁樣啦嚇。咁故此咧，神仍然對佢選民有特別嘅心意所以佢哋都係按住即係字面嘅意義啦，亦都尊重字面嘅意義啦，去到理解呢啲聖經佢哋喺末世事件仍然有擔當佢自己嘅角色咁當然我哋唔知佢而家有啲咩角色啦但係咧，佢哋就會即係尊重啦，即係羅馬書個記載咁前千禧啦，佢哋末世事件嘅次序係點呢？就係主第一次降世啦，咁樣開始咗教會嘅時代跟住就會發生嗰啲末世嘅徵兆出現啦跟住大災難又會發生啦，跟住咧大背道啦，即係好多人離即係離開真道啦咁樣甚至乎教會啦咁樣係啦，跟住咧敵基督喺大災難嘅期間就會出現啦。咁出現啦，咁要大災難嘅高峰就係嗰個哈米吉多頓大戰啦，嗰個正邪之戰又就發生啦咁就發生，跟住咧主耶穌就會再嚟啦跟住就滅咗呢個敵基督，跟住撒但咧就被捆綁跟住咧信徒就會復活啦即係信徒就會一齊去到復活啦信徒復活啦，跟住咧就進入呢個千禧年即係與主作王1000年跟住啦，撒但跟住咧就會被釋放出嚟啦，跟住又有呢個哥格與馬各即係去到又有呢場嘅戰役啦跟住撒但咧又被掉喺火湖永遠嘅即係永遠咁樣啦即係唔再出嚟啦咁樣咁非信徒咧就嗰一刻就會復活啦咁最後嘅審判就要面對審判啦，跟住就進入呢個永世即係對於前千禧啦，咁佢哋個時序就係咁樣咁佢哋有對我哋嘅人生觀啦，咁其實同剛才嗰個嘅時代論啦係差唔多嘅，係嘛？即係佢嘅講法佢當然佢係接納即係教會即係已經取代咗啦咁但係佢哋同樣都繼續認同以色列即係子民嗰個嘅應許咁樣咁佢哋有啲咩要解決嘅問題咧咁同樣咧就係喂。即係當時已死嘅信徒已經復活啦，咁並與主一同管治一個具體地上嘅千禧王國咁
當時亦都係同樣係有啲即係未死嘅人咁樣噶嘛，即係同樣都要處理呢個問題啦嚇。咁第二啦就係咧都係嘅，咁我既然咧主已經再翻嚟啦，咁點解要延遲1000年先再將世界帶去到永世咧嚇？即係我哋會咁諗嚇。咁1000年睇嚟冇咩特殊用途喎，即係點解要管治1000年咧？跟住又釋放撒旦，又要再有場嘅爭役嘅嚇，跟住先至進入永世啦嚇。咁變咗好似1000年嘅延遲咧，就好似多餘咗出嚟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呢個前千禧啦嚇，咁亦都咧有佢嘅個論述嚇。跟住我哋啦，就睇埋後千禧年觀嚇。咁後千禧年觀啦，佢點樣理解啊？佢話根據咧，即係主耶穌嘅大使命嘅信徒可以藉著福音嘅大能使萬民作主嘅門徒嚇。咁信徒人數咧會越嚟越多，跟住基督教對社會影響力就越嚟越大。咁漸漸地咧，世界就會以基督教嘅價值觀念去到運作，即係可以話咧，呢個世界會大致就變成一個基督化啦。基督嘅核心價值啊，就會喺呢個世界裏邊運作啊。佢話即係當然啦，唔係講嗰個時候冇晒罪惡啦，只係減到最低啦嚇。咁如此咧就會進入一個和平、快樂、健康社會嘅時代嚇。佢話咧，當呢個影響去到呢個慢慢漸進啦嚇，呢個就係千禧年啦嚇。即係變相即係已經進入咗千禧年，喺千禧年裏邊而家影響緊嚇點樣去個最成熟嘅千禧年咁樣啦嚇。係啊，咁佢哋就會即係咁樣睇啦嚇。當然啦，即係千禧年未必持續1000年嘅嚇。呢個千字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一段長嘅時間嗱。咁同之前嗰啲又唔同喎，係嘛？過去1000年同今日嘅世界係延續嘅，即係延續住㗎。即係我哋咁樣生活啊，做緊嗰啲嘢啊，喺嗰個嘅區域啊，咁係延續緊嘅。只係呢個世界咧變基督化啦嚇。即係如果我哋喺粉嶺，即係話粉嶺區即係變咗基督化啦，個個都信主啊，大家都係用即係睇聖經啊，用聖經嘅價值去生活啊咁樣嚇。咁千禧年咧就係唔係一個突然間耶穌帶嚟闖入呢一個嘅歷史裏邊嘅，而係漸進地建立起嚟啊，慢慢越嚟越去實現啊嚇。咁跟住咧就係主就會再翻嚟啦，咁就將一個美好嘅生命咧帶到大家去一個永世裏邊啦。好，咁佢哋對聖經嘅處理點咧嚇？咁佢哋咧就字面咧唔係好重要嘅嚇，最緊要揾到經文嘅精義係啲乜嘢嚇。咁佢哋就會捉住啲精義啦，去到發揮啦，去到演繹啦咁樣嚇。咁所以咧舊約嘅預言咧已經完全實現喺基督同埋教會身上啦嚇。咁佢哋咧唔再理嗰個即係以色列嗰啲嘅應許啊，啲嘅選民啊，必須按新約嘅現實去理解舊約嘅預言經文啊。佢教會先至係神真正嘅選民嚇，即係已經革新咗啦。佢即係呢一個嘅後千禧咧，佢哋就即係冇再有嗰個嘅包袱啦。咁所以咧，神救贖嘅計劃啦，佢會透過主耶穌嘅工作啊，已經永遠轉移到教會身上啊。以色列人已經再冇特殊嘅地位，佢哋咧與世上其他嘅民族一樣啊，其實都係世上其中一個民族嘅一個成員啦嚇。咁故此咧，神真正嘅選民咧就係教會嘅信徒啦。以色列民咧話變得咧唔再重要嚇。咁如果按住佢哋講法咧，嗰個即係不斷提嗰個1000年咧，其實只係一個象徵嚇，冇乜實質意義嘅嚇。表示其實主第一次嚟呢個世界咧到第二次再嚟呢一個嘅期間，其實就係千禧年啦嚇。即係耶穌降世，直至到佢翻嚟嚇，呢一個我哋已經喺千禧年裏邊佢運作緊啦。只不過我哋未完全去到讓呢個地方去基督化啫咁樣。咁你哋睇呢個次序係點咧嚇？咁降世啦，咁就耶穌降世啦，咁開始個教會時期啊，咁普世福音工作就開始咗啦。咁世界逐漸咧就基督化啦嚇，因著世界基督化，世界逐步咧就進入咗千禧年嘅社會形態裏邊嚇。跟住撒旦咧去到某個時期咧就會暫時去到放出嚟，咁釋放出嚟咧，跟住就有大災難啦，跟住地基都有出現啦，跟住有正邪大戰啦喺呢個混亂嘅狀態底下，主就會翻嚟啦嚇，跟住咧。翻咗嚟之後咧，跟住所有人先一齊復活嘅跟住面對隨之而嚟咧最後嘅審判跟住就會進入呢個永世啦即係進入呢個永遠嘅國度啦咁佢哋嘅時序咧就係咁樣咁就同樣咧有啲唔同啦，咁就免去咗嗰種即係有啲人復咗活，有啲人未復活嘅狀態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後千禧年啦嘅時序。咁佢對我哋嘅人生觀嘅影響係點咧咁佢對社會前景咁呢個派別嘅
人嚇，咁佢哋非常樂觀啊，係嘛？因為呢個世界唔單止即係唔會變得越嚟越壞喎，反而咧會因為咧福音嘅大能咧變得越嚟越好啊嚇！反而呢個基督化咧有朝一日呢個世界咧就會擁抱住基督嘅價值去到存在咁樣喺度生活咁樣，咁所以佢哋係非常樂觀嘅嚇。所以咧因着咧即係呢個福音或者基督化呢個社會啦嚇，咁信徒對佢現有嘅社會前景係唔會有失望嘅理由嘅。係嘛？只有繼續努力，更加努力嘅理由嚇。主再嚟咧，唔係要收拾殘局啊！主嚟到反而係即係帶一個最美好嘅狀態去到一個永世喎，係嘛？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嘅生活會影響住我哋。咁所以信徒應該咧就憑住信心去改變個社會咯，係嘛？對社會嘅罪惡唔能夠袖手旁觀咯，係嘛？看到啲天災人禍嘅時候就唔係話主再翻嚟嘅先兆反而係睇下自己應該要更加努力啦，要快手啲啦，係嘛？勇於投入呢個世界，改變個世界。呢個派人士咧就即係應該係抱持住呢一啲嘅信念咁佢哋咧對教會同埋福音嘅睇法啦，咁教會好重要係嘛？係因為佢就係響呢個世界嘅基督化嘅一個嘅渠道並且呢個世界進入千禧年嘅屬神嘅團體嚟嘅所以就選民啦咁福音係全人嘅，唔單止拯救靈魂，亦都要帶人全人咧關懷同埋醫治啦。咁福音對社會有好多嘢要講嘅，即係咩都要回應嘅。因為你就要係讓呢個基督教嘅價值去到帶到入社會啊嘛，同埋佢哋所有嘅嘢當中啊嘛。咁所以有朝一日咧，福音嘅道德原則會成為全世界各國各族共同遵守嘅一個嘅原則嚟嘅。咁所以對於教會同埋福音咁響呢一個嘅後千禧嘅派別嘅人呢，佢哋福音係對社會係有一個好強嘅改變嘅力量即係帶有呢個轉變嘅力量咁對文化嘅睇法啦，咁由於呢，即係話之前講嗰啲就話唔好接觸係咪？但係咧對於後千禧嘅觀念嘅人呢，由於要使呢個世界基督化，故此咧參與文化建造係好重要嘅。用福音聖化文化不單可能更係福音嘅一部分添即係文化嘅救贖好重要既似咁樣咁信徒就唔單止要讀聖經咯亦都要學習世上各種有用嘅知識你都要了解下喎，係嘛？捉精靈睇嗰套戲好唔同即係你就要去到改變，去到回應嘛，係嘛？使到信徒咧能夠與文化方面進行對話至於咧使到文化有更多信仰嘅成分，最後咧可以達至文化基督化嘅目的咁又同即係頭先時代論同埋前千禧咧好唔同嘅喎，係咪一個嘅狀況咁咧佢哋要面對咩困難咧咁咧支持嗰派別嘅經文咧唔多嘅佢嘅觀點咧好多時都係一廂情願因為佢哋按住精義或者按住佢自己理解去到講即係講弄呢一個即係後千禧嘅情況嘛，係嘛咁另外咧就係世界現實上咧其實真係唔係越嚟越好咯，即係如果我哋觀察係嘛即係只係好壞參半啫，甚至乎咧我哋會見到係越嚟越壞啊嘛，係嘛個狀況咁所以咧又有少少背道同佢又背道而馳咁對社會同埋世局咁樂觀係咪太天真咧？咁樣係嘛？即係你可唔可以改變到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啲國家主席國家嘅元首咁樣係咪都好難係嘛？呢個唔係主觀嘅意願取代咗神嘅啟示咩？咁呢個就係佢哋去咁樣解讀呢個千禧年啦咁係咁當然啦，喺唔同嘅時代嘅歷史嘅狀態即係其實都需要咧唔同嘅學説去到支持，去到幫助即係教會咁佢哋嘅狀況就係咁啦佢哋都需要面對啲問題同埋要解決嘅。咁第三佢話太過強調信徒嘅努力帶嚟千禧年某程度係否定咗千禧年同埋現世有性質上嘅唔同，係咪？即係即時就諗我哋已經響千禧年啦咁樣即係否定咗咧，即係嗰一種嘅不同啦反而係讓千禧年咧成為我哋即係響地上努力嘅狀況咁樣咁又好又唔好咁大家可以即係我呢個主要係俾大家認知咁大家都會發現咧，其實我哋都喺唔同嘅千禧年嘅觀念裏邊嘅
即係其實我哋嘅信仰裏邊其實參雜住咧響唔同呢啲嘅觀念裏邊，我哋嘅睇法嘅嚇。咁所以我要幫大家即係釐清咗即係唔同嘅觀念啦，佢哋嘅方向係點樣啊，俾大家去認識咁樣嚇。好，咁啦，接著最後啦，咁呢個無千禧年觀係啲乜嘢咧嚇？咁無千禧年觀啦，基本上即係佢係當主耶穌第一次嚟到世界，已經透過十字架拯救行動捆綁咗撒旦噶啦。即係耶穌嚟嘅時候已經捆綁住咗撒旦啦。咁天國咧亦都在人間彰顯啦。因此咧，整個教會嘅時期咧都係響主耶穌得勝能力以下，亦都係佢管治之下。喺呢種情況咧就係千禧年啦。對於佢哋嚟講，呢種情況就係千禧年啦。咁呢個有少少同咧頭先即係後千咧有少少唔同嘅喎。咁唔同在於咩咧？我哋繼續睇下。咁佢就會認為整個教會時期就係千禧年啦，當然嚇，咁同剛才係差唔多，但係咧佢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屬靈嘅千禧年即係用一個屬靈嘅層次去理解即係變咗就唔係哇現世好好我哋具體好實質咁樣，呢個就係千禧年嘅生活咁樣。佢係一個屬靈層次上面佢話復活嘅主咧現在已經掌王權喎，係我哋唱詩歌成日都話神係掌權噶嘛。咁今日咧就係呢一個屬靈千禧年嘅時期之內啦。咁直到最後啦，撒旦就會被釋放啦，世上有一股黑暗嘅時期釋放出嚟啦。咁然後咧主就會翻嚟啦，跟住就永遠消滅撒旦嘅勢力。咁信徒咧就進入呢個永世即係對於佢哋嚟講，無千禧咧就係一種咁樣嘅理解咁所以咧按住佢嘅理解啦，咁千禧年咧已經實現咗㗎咯喎喺活響千禧年當中嘅我哋已經不過呢一個只係一個屬靈嘅千禧年主耶穌咧已經作王啦。咁千禧咧永遠唔會喺地上一個具體嘅國度嘅，而一個佢哋理解一個千咧只係一段長嘅時間，呢個期間咧係延至到咧主再翻嚟為止就係一個屬靈嘅千禧年啦咁無千就係咁樣去到睇嘅咁佢哋咧對聖經嘅處理啦咁同樣係找出經文嘅一啲嘅精義但係字面咧唔係太重要嘅，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最緊要嗰段嘅精義係乜嘢咁，同埋咧佢哋舊約嘅預言咧，佢哋都會認為已經完全實現咗喺基督同埋教會身上即係亦都即係冇嗰種以色列民族個應許嗰啲嘅包袱㗎啦佢話必須按住新約反而係實現咧，去到理解舊約嘅預言經文教會先至係真正嘅選民咁嗰啲經文啦，大家可以睇翻啦。即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唔同大家逐一讀出啦，因為時間驚太長好，咁咧佢哋就係咁樣去到處理聖經啦。咁佢哋嘅次序啦佢哋嗰個末世事件嘅次序係點佢話第一次咧主就降世啦，咁嘅救贖工程已經捆綁咗撒旦嘅啦因着主屬靈嘅王權彰顯喺地上啦，靈意上面呢個千禧年已經實現啦，即係我哋已經喺靈性裏邊嘅千禧年啦，撒旦已經被捆綁啦咁同時死咗嘅信徒嘅靈魂咧就在天上即係與基督一同作王即係佢有解釋點嗰班信徒點樣同基督一同作王咧？佢話而家已經同基督一同作王啦即係響呢個天上咁樣咁撒旦咧暫時就獲釋啦，地上就會有大災難發生啦，地極都有出現啦，跟住就係嗰個嘅正邪之戰啦跟住主就會再翻嚟啦，跟住呢一個時間咧，所有人先一齊復活係嘛？所有人先一齊復活就冇咗剛才有啲人復活咗，有啲人就未死咁樣咁面對隨之而嚟咧，即係一個最終極嘅審判面對完審判啦，咁就會進入一個永世一個永遠嘅國度裏邊啦。係啦，咁佢哋咧就係咁樣去到即係理解嗰個事件嘅次序，同埋即係增添咗一個屬靈嘅千禧年嘅概念咁基督作王就係與即係死咗嘅信徒喺天上一同作王咁樣咁佢對抱持住呢啲派系嘅人咧，咁佢哋對社會前景嘅睇法啦係點咧咁佢哋唔會太過樂觀嘅即係唔會話我哋改變就會基督化晒成個世界㗎啦咁佢知道惡仍然會繼續存在嘅，亦都知道世界唔會有一日會全面基督化嘅。但係佢哋知道咧，主已經捆綁咗撒旦啦佢呢種捆綁嘅撒旦咧就係其實就唔係話哇撒旦冇能力啦咁樣而係咧佢指咧人嘅心可以自己決定信仰，你可以信耶穌，你可以選擇
即係離開罪惡咁樣即係有呢個救恩佢呢種捆綁就係即係死亡唔再即係張狂啦唔再需要即係害怕死亡啦咁故此啦，福音仍然是大有可為嘅所以要傳福音。人心嘅改變亦都會促成社會嘅改變前景不至於太過惡劣嘅。我哋亦都不必放棄社會即係改變社會嘅努力即係都幾中庸啦，係嘛？即係又唔會太過樂觀但係咧都可以繼續努力咁樣好咁跟住啦，佢咁呢個社會嘅前景嘅睇法啦咁佢哋咧會對教會同埋福音嘅睇法又點呢？咁主已經將屬靈千禧年帶到人間啦，咁教會應該接續基督嘅使命繼續努力彰顯福音啦，彰顯天國啦，傳福音拯救靈魂啦，拯救社會啦。咁社會亦都因着福音嘅宣揚咧，會有種種嘅改變嘅。雖然未至於徹底基督化，但亦都會使人具體體會到神嘅權柄就會喺人間彰顯出嚟嘅。即係罪惡仍然有係嘛？即係仍然有嗰啲嘢發生，但係有一班人咧，佢哋就可以展現到神嘅榮耀同埋權柄喺人間㗎咁就係教會嘅角色就係咁。而佢哋對文化嘅睇法啦，佢話既然咧千禧年咧已經喺靈性上意義上實踐㗎啦，呢一個時期故此咧喺文化嘅各領域上啦，佢哋都會盡量彰顯咧神國嘅權能亦都係一件咧重要嘅事情。雖然咧世界嘅文化基督化未必能夠全面實現但係進行對話同埋交流咧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佢唔會視之為邪惡唔好掂咁樣，唔好接觸咁樣反而係認識了解進行對話，使到文化咧更有更多信仰嘅成分咁呢啲都好似我哋嘅價值啦，係咪？係好咁佢哋咧有啲咩問題咧需要即係處理咧咁樣咁咧主第一次降世時，既然已經捆綁咗撒旦啦，咁但係點解實際上即係應該有啲人會問嘅，即係未必會明白嗰種靈性上邊人可以選擇嗰樣嘢佢話既然已經捆綁咗撒旦啦，點解撒旦仍然咧咁活躍嘅咧？係嘛？咁有冇捆綁㗎？係咪？哇！如果釋放出嚟嗰陣時，咪仲犀利咁樣咁呢個啦，佢哋要處理同埋解決要面對嘅問題啦。咁同埋啦，佢話如果我哋現今就喺千禧年當中咁那麼千禧年就冇咩特別吸引人嘅地方啦，即係同之前嗰個即係都係一樣係嘛？即係哇！我哋已經喺千禧年裏邊所以佢係一種叫做靈意上邊嘅千禧年咁所以啦檢視咗4種嘅即係末世嘅睇法啦，對於千禧年嘅觀念嘅睇法啦，係嘛？咁唔知你哋有冇會發現咧？其實我哋會咧即係混雜咗喺裏邊嘅。即係我哋有時會對末世會話基督翻嚟會上天堂會有審判其實一大堆我哋喺教會理解嘅聽到嘅經驗啦，或者聽翻嚟嘅嘢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充斥住即係好多即係唔同嘅思潮嘅一啲嘅即係諗法啦，一啲嘅思想咁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劃分得到啦咁樣咁所以咧俾大家去到認識原來我哋即係點樣睇呢個世界我哋點樣面對呢個世界，我哋呢一個末世其實嘅觀念係會影響住我哋嘅生活㗎，我哋點樣去到選擇咁咧？其實咧即係檢視翻咁，其實咧嗰啲嘅講法啦，嗰啲喺唔同嘅歷史實情嘅發生唔同嘅時代嘅佢哋好即係當時嘅處境裏邊啦其實喺唔同嘅觀點咧都會有所偏重嘅即係呢啲嘅講法喺唔同嘅觀點有所偏重嘅當世界嘅即係好似哇好差危機好唔好人心惶惶其實前派嘅講法咧就會好吸引嘅咯，係嘛？只要啲人即係大聲去到呼喊，你睇下呢個世界，哇！正正就係末日啦！睇下啲人幾差，啲道德又敗壞咁樣，係嘛？正正就係主再嚟嘅前夕啦，所以大家要盡快信主啦，係嘛？要警醒要等候即係主翻嚟咁就會達至咧哇！即係要警醒真係如果基督徒就哇更加去到即係去到奮興，去到傳福音咁其實好符合，即係如果個世界好差嘅環境一啲信徒心理嘅狀態嘅佢哋在此亦都盼望嘅根源咧，就係佢盼望咧唔係即係咩福音大能一直盼望主快啲翻嚟就好啦，係嘛？主翻嚟審判就好啦，我哋都會有呢啲諗法嘅，係嘛？主即刻翻嚟，哇就會除掉一切痛苦啦主翻嚟咧就會咧成為一個拯救人類脫離苦海嘅菩薩啦咁樣
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我哋生活處境裏邊咧，呢啲嘅末世觀咧都會影響我哋喎，或者佢就會發展起嚟咁樣。咁可能咧，即係都有啲嘅時期啦，就係教會即係勢力好龐大嘅係嘛，即係政教合一啦，即係有權有勢嘅對政治社會有好大嘅權力嘅時候即係無千禧派嘅觀念咧就即係抬頭㗎咯喎。因為呢個觀念咧正正就係肯定現狀咯，係嘛？我哋就係基督化，我哋就係要即係呢個就係要將來就係而家我哋就係千禧年進入緊一個美好嘅國度係嘛？咁佢就維護住咧，即係當時嗰啲嘅核心價值啦，係嘛？即係當時嗰啲嘅權力利益種種啦咁就會即係無派就會吃香啦，係啦。就係當社會咧瀰漫住哇好多精彩多元文化氣息嘅狀況啦咁個人咧就對歷史社會前景咧都抱樂觀嘅情緒即係哇即係好美好嘅生活係嘛就對人性咧抱住正面有盼望嘅跟住後派嘅講法嘅觀點咧就會較為被強調嘅咯後派嘅觀念較為被強調咁咧。即係檢視咗4種嘅方向啦咁我認為啦，即係其實後派就缺乏咗一啲聖經嘅支持嘅因為人文色彩豐富嘛，佢哋較按理解咁樣啦，一啲樂觀嘅精神啦保持住一啲理想嘅情懷啦咁樣去到生活咁喺世界好嘅時候係 OK 嘅係嘛咁。當然啦，都會對大使命推動有幫助嘅係嘛？即係大家去到即係傳福音但係終歸究底咧咁其實好多都係一廂情願啦。即係正如我話，即係個世界其實唔係即係漸趨向好好似係嘛咁樣有少少不切實際嘅想法啦，所以唔係太過可取嘅咁至於時代論嘅千禧年啦咁佢哋就同當時嘅時代係千絲萬縷嘅佢哋當時可能係就係需要呢啲嘅觀念咁我就覺得時代論嘅信念根本上其實唔係好合乎整本聖經嘅神學嘅信念嘅譬如啦，佢哋強調即係舊約啦，甚至認為舊約嘅預言會一都按字面嘅意義去到應驗啦但係新約咧其實處處都強調即係舊約時代連同其他制度甚至乎親近神嘅方式已經過去啦，係咪？基督已經立咗一個新約㗎啦取而代之就係基督同埋福音咯，係嘛？所以舊約提到嘅大衛王國其實已經唔再即係。其實係咪已經即係成就咗喺基督嘅身上啦？係咪？所以咧，即係我都認為啦，即係時代論嘅千禧年觀啦，亦都唔可取嘅，因為同我哋聖經咧好似格格不入，亦都唔係我哋所理解嘅，即係甚至乎佢嗰種即係分角色咁樣去到理解唔同嘅時代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要選擇較為可取嘅，即係其實前千禧年派同埋呢個無千禧年派咧嘅觀點都可以接納㗎咁前派咧，咁佢就尊重聖經清楚嘅字面意義啦，即係起碼個聖經咁樣寫佢就嘅尊重啦咁因為佢都有個認為以色列人有獨特嘅角色啊嘛但係佢都認同基督同教會已經係嗰個嘅即係已經承接咗個應許雖然咧理性上唔係好明白嗰啲聖經預言點樣按字面意義去到應驗即係呢一個派別即係好難嘅係咪？即係如果全部按字面都好難去到解釋同埋應驗咁至於無派啦咁佢其實佢嘅講法咧係完全即係都符合我神學嘅觀點嘅即係嗰種嘅理念啦。咁佢又將千禧年擺咗去一種靈意上面嘅千禧年啦咁樣喺理性上亦都較為講得通啦，叫做係嘛？即係有捆綁嘅咁樣亦都有作王嘅，即係同嗰啲信徒咁樣但對某啲經文啦，即係可能只能夠去靈意去到理解啦即係嗰個例如嗰個千禧年啦，同埋捆綁撒旦啦嗰啲咁當然佢哋係一個即係方法論去到講出嚟咁樣所以呢個兩派即係有少少嘅分歧啦。咁其實都係出於佢哋對唔同經文對啲經文咧有唔同嘅解釋甚至乎咧即係呢啲唔同嘅學派其實都係對啟示錄嗰一段1至10節嗰個千禧年咧嗰啲經文嘅解釋，而其實咧我哋根本係冇辦法咧好清楚去知道究竟末世之後咧係點樣去到發生嗰啲事件即係完全咧都係即係我哋按住啦，即係聖經嘅記載啦、理解啦，或者當時人民嘅生活咧嘅需要啦，去到發展出咧即係呢啲千禧年嘅一啲嘅觀念
不過我哋個最重要原則就係佢哋嘅講法唔會偏離咗我哋信仰嘅原則，亦都唔會偏離咗咧即係聖經嘅真實嘅教導整體教導啦嚇。好，咁咧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即係一個千禧年四觀啦嚇。咁我哋咧認識咗，咁我哋又可以去到思考一下啦。咁其實我哋個末世觀念啦，甚至乎呢個嘅觀念咧，係咪影響緊我哋今日咧？我哋作為基督徒嘅生活咧嚇。咁下次咧會同大家就會開始去接觸下咧近代嘅神學家咧，佢哋對末世嘅一啲嘅講法喎，一啲嘅睇法嚇。好，咁今堂到呢度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